你以為幼兒園執笠代表母嬰生意冇得做？幼兒園一年少幾萬間，奶粉、紙尿片、兒童營養品、早教、托育、親子攝影，照樣可以養到你心口痛。網友講，幼兒園招唔到人，但早教中心排隊真係離晒譜。一邊話出生率低，一邊母嬰產品樣樣都話要分年齡、要科學、要進口。以前湊小朋友係養大佢就算，依家湊小朋友係投資佢。小朋友未識講嘢，屋企人已經買晒益生菌、DHA、魚肝油。點解？明明小朋友越嚟越少，幼兒園都開始批量轉型，但母嬰市場正養消費、兒童服務仲可以繼續擴張。2025年全國出生人口792萬，人口出現負增長。2024年全國幼兒園一共有25.33萬所，其中普惠性幼兒園22.1萬所，學前教育在園幼兒3583.99萬人。同時，民辦幼兒園有13.55萬所，佔全國幼兒園總數嘅53%，但在園幼兒只佔42%，即係講供需端已經出現明顯嘅壓力。但另一邊，母嬰消費市場仍然係萬億級別。艾媒諮詢數據指，中國母嬰市場行業規模由2018年3萬億增至2023年6萬6千億，2024年達到7萬6千億，2025年市場規模已經突破8萬億，預計2026年會達到8.5萬億。幼兒園倒閉唔代表母嬰生意冇得做，真正變嘅係以前母嬰行業賺嘅係小朋友多嘅錢，今時今日母嬰行業賺嘅係每個小朋友更貴嘅錢。幼兒園係典型嘅人頭生意，一個小朋友一份學費，少一個小朋友就少一份收入，少一批小朋友就直接隔班虧損關門。但奶粉、紙尿片、輔食、營養品、兒童洗護、早教、托育、兒童保險、親子攝影就唔係咁計，佢哋唔止係睇有幾多個小朋友，而係睇一個小朋友身上可以拆出幾多個消費入口。以前一家人生2、3個小朋友，奶粉買又平又大罐嘅，衫仔着阿哥阿姐剩落嚟嘅，玩具玩嚟玩去都係嗰幾樣。幼兒園屋企附近有得讀就得。依家好多城市嘅家庭只生一個小朋友，一個 BB 仲未出世，已經開始買葉酸、DHA、孕婦奶粉、產檢套餐。出世之後再接住奶粉要睇配方，紙尿片要分日用夜用，輔食要無添加，洗衣液要嬰兒專用，沐浴露要敏感肌，玩具要益智，早教要黃金期，影相要8日照、周歲照、入園照。以前叫養小朋友，依家叫打開一條長期消費鏈。其實幼兒園倒閉潮唔應該淨係被理解成一場行業衰退，佢更似一個信號，提醒我哋當人口結構開始改變，過去依賴規模擴張嘅模式已經走到盡頭，而下一步要做嘅唔係恐慌，而係調整。呢幾年國家一直推動普惠托育，降低養育成本，完善生育支持政策，從生得起到養得起，慢慢補齊制度短板。教育資源亦都開始由粗放擴張，轉向更加均勻、更加高質量。呢一種轉變未必即刻舒服，但方向其實係往一個更穩、更長遠嘅社會結構。對普通家庭嚟講，帶小朋友唔應該被焦慮綁架，唔需要樣樣都追最貴嘅，唔需要樣樣都追最好㗎。真正重要嘅，從來都唔係堆幾多貨、買幾多產品，而係一個穩定、有愛、有陪伴嘅成長環境。對行業嚟講，真正有未來嘅，唔係應該不斷放大焦慮，而係幫家庭降低成本、提高效率，提供真正有價值嘅服務。我認識一個廣州嘅90後媽媽，最初都係樣樣都想比最好，奶粉要揀最貴，課程要報到滿，但之後佢慢慢開始做簡化，淨係留低真正適合小朋友嘅幾樣嘢，生活反而輕鬆咗，小朋友都開心咗。佢同我講，養小朋友唔係做投資，而係陪佢長大。人口會變，市場會變，行業會洗牌，但一個社會對下一代嘅重視係唔會變㗎。只要制度慢慢完善，成本慢慢下降，選擇慢慢回到普通人嘅手上，生唔生點樣養，終究會變成一個更從容、更有底氣嘅選擇。唔知大家又點睇？歡迎留言俾我。本期節目講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。